你这恶贼，邪不胜正，你是不会得逞的。等我爹过来，等你爹过来，你就会掉进熔岩里，灰飞烟灭。想不想见你爹最后一面呢？你休想拿我的性命威胁我爹！有种，你现在就杀了我！怎么了？上来！没事吧？小凡，救世界，不要管我！既然你送上门来，我就用你的血先祭血坤。
记得当年在青云山下杀死我娘亲的血仇吗？原来你是鬼王和小芝的女儿，连你爹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是你！ 1000年了，黑心老祖强大的力量都是我的。今天要让你尝尝炼血堂真正的威力！呀！